要带大家来看台湾有一定守护母语的家长哦，带因的囡仔讲台湾话、唱台湾歌、教台语盘。伊嘛伫找甲母语找回来过程，发现这语言的在地性甲文化性哦。因希望会使透过语言的力量来传承在地感情。用热情的歌声欢迎记者，而且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，讲的拢是台语。俗语讲，囡仔七岁八白教发家，其实语言的发展嘛是有一定的过程。细汉时，父母用什么语言和囡仔沟通，就是所谓的母语。因为我想我的台语就好，我就希望我的囡仔嘛会晓讲台语，所以为8个月可能还袂开始会晓讲，啊，不过就是甲伊讲，一直讲，伊就拢会晓听，开始会晓听，会晓讲安尼。要将家己熟悉母语传予囡仔，嘛有家长是听到对国外转来朋友，因的囡仔台语真练转，才开始注重。我英语无啥练转，我想讲我要甲囡仔安怎甲伊对话安尼，啊结果伊煞甲我讲台语。不过，惊出厝外，煞无偌济讲台语的机会，所以才会台语妈妈伫网络成立共学团，逐礼拜办甲台语相关的活动。就是阮有亲戚朋友嘛，是拢会有这个烦恼啦。亲像阮囡仔阿嬷，伊就会讲，安尼去学校，那和朋友讲话，朋友听无要安怎安尼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第一语言跟第二语言是不会互相影响的。第一语言的稳定性会帮助我们去学习第二语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阮家己拢有观察，就是囡仔其实伫台湾，你和伊讲母语，伊一定会晓华语，就是伊一定会变做双语囡仔。语言必须爱有对话互动，才有法度学会晓。兴趣嘛是学习的重要因素。尤其厝内时代，加甲囡仔讲台语，对时势来讲，就是加一摆学习的机会。共学团拍拼营造友善的台语环境，嘛要邀请大家做伙行台语的路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